这首歌是一首阿美族的唱歌方式，就是领唱，一个人领唱加打唱的一首歌。你们一定要会唱，因为你们穿拉田的衣服到都兰的时候，会唱的这首指定曲，一定唱得到的这样。啊，他打唱的部分也很简单，因为领唱唱一句，然后打唱就唱一句。啊，领唱的会不断变化，但打唱的只要反复一句就可以了。我教你们啊，我当领唱，还是你要当领唱？可以学啊，你们是阿美族的，虽然上帝没办法让你成为原住民，可是你可以成为哈原住民，然后再成立哈原住民委员会，替你们所有的演唱会门票申请补助。投资没有补助这件事情，小额投资，以小博大，看看这么小的投资会不会打败周杰伦？这样，万一没有打败，你要安慰我，上网粉丝安慰我。你们回答。哦嗨呀嘿呀哦嗨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8个字，里面3个又一模一样的，这是我们最基本的歌，你再不会真的，原住民也救不了你，真的。哦咿呀那咿呀哦嗨呀，哦嗨呀嘿呀哦嗨呀，嗨耶呀哦咿耶呀，哦嗨呀嘿呀哦嗨呀，哦咿呀那咿呀哦嗨呀。哦嗨呀嘿呀哦嗨呀，都要唱好不好？都要唱哦，都要唱，不要放弃自己哦。请你们。